4個人呢餐229，大家話抵唔抵咧？係咪好似全運會嘅火炬咁啊？如果你晚黑刷到呢啲視頻，真係太罪惡啦！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Anchor 冇得拖，今日帶大家去到白雲去食一間性價比超高嘅正宗新疆羊肉串啦 ！Let's go！ 真係響條村入邊一直往前行，竟然仲要響個菜市場隔離。你睇下呢度真係景象幾旺啊！到埗！哇，係真係現場串羊肉串嘅，真係呢啲夠晒新鮮係嘛？20串吧。可以吃羊肉串，20串羊肉串，然後這個是什麼？羊腩，那個肚子部位的。哦，羊腩多少錢啊10塊，10塊，兩個。羊腩 ，OK，還有什麼推薦的？羊排好吃，羊排1整20，還有小羊排10塊，小羊排，羊肚5塊，2個小羊排，還有什麼？羊半斤也3塊，3塊，對，要4串吧，對。開餐，羊啊，完全嗰種咁嘅香味，令到你口水反晒出嚟。仲有3蚊雞，講真嗰句啊，好多人推介，先食下咩味嘅。啲羊嘅肥瘦相間，奶香同埋肉香嗰種纖維嗰種感覺，十分飽滿。我覺得呢個3蚊已經係比出邊嗰啲5蚊、8蚊一件嘅羊肉串更加好。廣東人食肉都要配蒜㗎。我一直想說，怎麼會？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呢個就係羊腩啊，10蚊串喎，咁大串啊！我嘅手都咁長。呢個羊腩真係超大超滿足嘅真係。個羊腩嗰啲肉配上佢有少少嘅筋咬落去啊，嗰種口感係比普通嘅羊肉串更加奶香，更加香口，肥瘦相間嘅。第2輪開始啦！啲羊排骨太多肥膏啊喺入邊，食落去食一嚿就已經成個肚已經脹晒。今晚嘅8族登場，飲柚子香係幾香啊！佢冇嗰啲怪味嘅其實，好似食豬肝咁。呢次真冇甩拖啦，下次再會。